会说这人拜妈祖这健康，想一下啊，他怎么样？常常拜，对不对？用上好的香在拜，是不是？啊，拜的时阵拢规人啊啦，拜到要拍落安尼，是不是啊？啊是讲妈祖要出巡、出巡，啊这人啊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这些咱的同胞拜妈祖的同胞，他们这样出巡的时候，人家人得嘞吼，有时候3步一跪，9步一拜呢。很多时候，咱基督徒是无这款的热心加迄款的卫生吼。不过，这也个不是这个雅各书作者在讲的健康。我们一般把敬虔连结在宗教行为，拜的时阵，怎样啦？心诚则灵，哇！我这诚信的啊，这个不管是什么会啊，拜上帝嘛，同款啦。我心里是很什么，很真诚的相信你一定会让我变成富翁的，啊嘞，有没有成啊？很敬虔哦。结果雅各书的作者不是这么描写哈。我不进去经文一句一句的带，我们从他的所谓的敬虔，以及开始26节到27节，一共若有人掠家己最健康，也无约束伊的嘴，伊的喙齿，就是骗伊家己的心。就是说，他说什么是敬虔？什么是健康？伫雅各书有3个标记，有3个讲到的代志。什么款的人是健康？伊是安那？约束伊的嘴，约束他的舌头。这个字的原文有驾驭、控制的意思。就是讲，伊若无法度约束伊的嘴，这是无法度真最健康的人。这个是颠覆咱咧想象敬虔的宗教徒，比较不是往这个方向去想。我们比较想象的是他的宗教行为非常的什么？前进，非常的热忱，非常的委身，也奉献啊嘛，真多，奉献伊的时间、伊的金钱、伊的规人，我们认为那个叫敬虔。会连接到宗教行为，不过伊无一开始就跳出来，伊讲你若无法度约束你的嘴，你无法度真最健康的人。你拢像下头讲的，受气起来讲话安那，滴，无去体会，无去思考，无去体谅别人是不是会受伤，甚至无去对付家己拢总的肮脏，无去对付家己迄过硬的恶毒，咱讲的话，搁较歹，搁较无好，搁较浓毒。若无法度约束嘴，你的喙齿是无法度真做健康的人。第二件，伊讲什么款的是健康的人？伊讲独惯顾孤儿寡妇，伫因的患难中。伫耶稣迄个时代，如果没有男人一个家庭无查甫人，敢若剩孤儿寡妇，迄是真正这凄惨的情形。所以古有耶和华上帝讲，耶和华上帝讲，我就是孤儿寡妇的老爸，这个是归我的啦。你们敢2代无好的款待这些孤儿寡妇，就是怎么样敌对我。这是对旧约到新约平平同款的架势。所以不止，不过到咱的时代，我们不是只是抓孤儿寡妇，咱也让去理解，咱关心迄个有困难、困苦，甚至让去思考是边缘的，边缘的人，这真做一个敬虔的人、敬虔的人，他的标记。你也让看到这样人的需要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人
他的困苦是需要帮助的。哦，像我顶礼拜咱所分享的郑静莲女士，因翁是一个货车司机，脑干出血，然后就走了。一个家庭的妈熊陷入困境。我说他们家2个老的，3个小的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就忽然注意这个新闻。这个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一段时间我都一直上网络去找他们的消息，然后后来才看到他们的照片，以前碎件的照片。我不晓得为什么，然后最感动，跟最连结。虽然我不认识他们，可是我也只有打通电话1次而已。希望可以咱的兄弟也当做伙来帮咱。所以本来是顶礼拜咱要甲当作是慈善礼拜，安哥，我的行政就是太差，无准备迄个奉献的奉献袋，所以今日望咱用今日的主日，真做是我们的慈善主日，咱今日的奉献来帮助这个家庭，望这个家庭会当领受到咱的温暖，知影这个。虽然伊的生活困苦，毋过又愿伫上帝的眷顾下面。今日的经文讲到，什么叫做敬虔的表现？你要约束你的己，你要关心，你要去帮助这些困苦的人，这些边缘者。第3个呢，千祈无拉散。毋过不要把它一直想象成。我在世界上做一些肮脏污秽的事情，各位这不是，伊不是在讲这个意思，伊的意思是讲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。安尼话，伊讲的意思不只是在讲，我唔通去做一寡无好的代志，色情污秽，不只是在讲这个意思而已。伊在讲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。他在讲的是价值观、价值观，伊讲的是价值观。所以检查你这认真，你这打拼，你很上进，不过你的生命的目标就只是累积资源、累积财宝、金钱，这款呢，嘛是去互这个世界安那污染影响。因为咱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存在的迄个价值，不是要放伫遮，不是放在这里。所以不是去想象讲被这个世界污染，唔通较想象讲是去做歹，去做一寡污秽的事情，不是。作者要讲的不只是这个样子，而是你真做上帝国的百姓，不过你的价值已经互这个世界安怎？看过啊！你是用世界的价值在过这个生活，你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放在你的性命里面，这个才是严重的部分。即便你是台湾10大青年表率，你是选出来的最优良企业主，你阁也阁有可能是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。各位兄弟，重点就是讲，咱这个上帝的家里，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，愿不愿意是以上帝国的价值，用上帝国的价值来伫这个世上过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。各位兄弟，今日的经文虽然感觉会零散，不过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架构底下。真正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其实不是表现在宗教的行为、宗教的活动上面，你会当看出来，真正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顶多是伫伊的日常生活。伊真做一个会当约束伊的己的人，伊真做会当关心伊四周围有需要的人，伊真做一个伫这个世界、伫日常的生活会活出上帝国价值观的人，这样才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不管他是不是很认真的参加祷告会，
不管他是不是在做礼拜的时候战战兢兢，不是说这样不对，不是讲安尼无好，啊，不过重要的所在是伫对 everyday life， 以真实的生活来表现伊是毋是健康的人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嘛，咱用这个方向来跑走，咱知影爱安怎做，啊，不过无一定做得到，不过我们愿意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阿爸爸